我们就再也不要有任何关系了。谢谢。李思辰，来了，坐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儿？夫妻共进午餐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你是有什么东西要给我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拿出来吧。然后再让他在不经意间打碎礼物，他就不得不听我的。这就是潘多拉魔盒吧？你打算让我怎么意外弄坏里面的东西啊？什么意思？你和飞扬打电话我都听到了。电话？只要我打开这个盒子，我的命运就会被你掌握了吧？我以为我们相处这段时间你会多少有一些改变，至少在面对我的时候，会有一些同理心和善良。但我是不是想错了？你一点都没有改变。你听我说，你误会我了。我是误会了。我误会了你和我的关系，误会了你做的所有让我感动的事。这对于你来说也许不代表什么，都是你设计好的。那天晚上你一定没有听我讲完。我当时的意思是，我很感谢你做的所有的事情，但如果这件事情值得你这么费尽心思对付我的话，那你不用费力了。我答应你，我会暂时关掉 CC， 也会答应 Alex 的请求，但这只在我们的合约有效期内。等合约期一到，你做你的尹思辰，我做我的顾西西，我们就再也不要有任何关系了。谢谢。你打开看一眼。我赔不起。Alex 到了，我们过去吗？